你腦入邊咧係咪都會有兩把聲音㗎？經常第一把咧就會話：喂，你都做得唔夠好，你今次又做衰咗啦，你係咪講錯咗嘢咧？第二把聲音咧就會話：你冷靜啲，其實你已經好努力㗎啦，你俾心機啊，你可以嘅，唔使驚，你唔係咧精神分裂，而係咧我哋內在咧其實叫做過分嘅消耗自己。Hello，大家好，我係 Elisa。今日咧想分享下咧，好多人咧內心入邊咧都經常有一種叫做內耗嘅狀態，就係咧消耗自己好多嘢諗，甚至咧呢一種好多嘢諗嘅狀態咧，搞到自己好煩啦，好辛苦，甚至咧好冇動力向前行。所以我今日咧去分享3個方法，可以幫我哋咧慢慢咁樣減少呢一種叫做自我內耗嘅一個狀態，唔係嚇大家。咁咧，原來咧，我哋腦入邊咧，經常有呢把聲音咧，係我哋自細訓練佢出嚟嘅。咁所以而家呢一刻咧，我哋只係將佢慢慢咧反轉，或者咧重新訓練翻自己啫。咁第一個方法啦，我哋就係話咧，揾翻佢嗰個來源。點解我會咁樣去諗嘢嘅咧？點解我會咁樣去諗自己嘅咧？咁呢個咧，其實都係關於潛意識啦。我哋之前咧都經常去講潛意識，就係我哋由細到大啦，我哋接收啲乜嘢？我哋喺一個咩嘅環境底下成長？我點樣睇自己？咁好多時咧，呢啲聲音咧都來自於你諗下係唔係？可能係細個嘅時候，當你咧可能默書攞到80分啦，你翻到屋企，媽媽睇到嘅時候，佢同你講：吓，你仲爭20分喎？點解你咁蠢㗎？點解你仲未做得更加好㗎？可能呢啲聲音，呢啲責怪嘅聲音咧，就成為咗一種習慣。我已經慣咗，同埋我亦都覺得自己做得唔夠好。咁呢一個就係我哋所講嘅潛意識。咁所以咧，有時候我哋個腦咧會自動咧填補呢一種嘅狀態，就係話，當我如果而家生活入邊咧遇見一啲嘅問題啦，遇見一啲嘅人際關係啦，可能好多未知，可能我唔知道我今日老闆叫我做嘅一啲嘢，我可能仲未做好，而我個心入邊咧就有一個空白嘅位置，而我哋個腦咧就係一個編劇嚟嘅。原來我哋由細到大咧都訓練咗一個比較悲觀啦、比較恐嚇式嘅一個編劇啦，嚟去控制我自己腦入邊嘅一把聲音。咁所以咧，佢就習慣幫你咧去填補呢個空間，就通常會同你講翻。你都係唔得噶啦！你諗下，你做極啊，可能老細都唔中意你，會好多呢啲嘅雜音。咁所以咧，我哋要首先咧就係認清楚，究竟我嘅潛意識入邊，我內心入邊呢一啲叫做負面嘅聲音，或者令到我咧覺得好痛苦啊、好低沉嘅呢一把聲音咧，係嚟自於邊度嘅？去認清咗佢，咁你咧喺下一次嘅時候咧，你就識得點樣去停止佢啦。第二部分啦，就係過度嘅自責。好多時咧，好內耗嘅人咧，佢哋都會咧對於別人嘅情緒啊，別人嘅反應咧好敏感嘅。可能對方一句說話啦，又或者咧佢冇反應俾你啦，你都會內心咧有一啲小劇場出現，都會咧有好多，例如你會諗係咪我講錯嘢啊？又或者係咪今次我做得唔夠好啊？係咪我要做啲乜嘢咧？嚇！當我哋有呢個狀態嘅時候咧，好多時都係基於咧喺細個嘅時候啦，我哋需要去討好其他人，先至得到一啲關心，或者咧得到一啲回應。所以長期以嚟，如果喺呢一種狀態底下成長，又或者咧習慣咗用呢種方式去相處嘅時候咧，你長大咗嘅時候，你就會好容易將所有別人嘅情緒，你都覺得關你事。咁所以而家呢一刻咧，好想俾你知道，其實咧俾自己一個健康嘅界線啦。對方或者外面嘅世界都有佢應該要負嘅責任。就算對方佢真係情緒唔高興，佢可能嬲，或者咧佢唔開心，有時候唔關你事噶。調翻轉頭就係，佢嘅情緒俾翻佢吓，你自己照顧翻好自己，有一個健康嘅界線。咁咧，你唔需要咧俾自己好大嘅壓力。有時候因為真係你會孭住咗好多唔關你事嘅別人嘅情緒啊、壓力啊，甚至人哋要做嘅嘢。我曾經咧有見過一個個案啦，佢嚟到嘅時候咧，佢覺得整個人啦
幾廿年啦，佢都覺得個人好攰、好辛苦。問翻佢點解，唔係工作，而係咧，原來佢孭住咗佢家庭嗰份壓力。佢覺得咧，佢係幾兄弟姊妹入邊最大嗰個啦。咁雖然咧，佢嘅兄弟姊妹咧都已經即係自己有自己嘅屋企啊，好大個啦。咁但係佢總覺得啦，因為由細到大嘅時候咧，佢爸爸媽媽都同佢講，你係最大㗎，你要照顧好屋企，屋企所有嘢都關你事。咁所以佢嘅內心入邊咧就覺得佢要孭起晒成頭家，甚至就算佢嘅兄弟姊妹長大都好啦，佢都覺得佢哋發生嘅所有嘢咧，都好似關佢事一樣。咁所以我哋要咧好好咁樣認清楚，究竟你而家孭住嘅係真係你自己嘅事啊，定係你孭多咗別人嘅事咧？咁所以咧，你分清楚你而家要做嘅嘢，同埋咧將一啲唔屬於你嘅嘢咧送翻俾對方。咁當然啦，我哋要處理呢啲嘅問題咧，唔係話一次過就可以咧。你話釋放晒出嚟。當然啦，坊間有好多嘅去療愈翻我哋嘅情緒，可能俾你大喊一場啦，又或者咧大叫一次啊咁。咁但係咧，以我嘅經驗啦，同埋我嘅覺察啦，就係我發覺我哋首先咧，當然感性地，我哋如果真係屈住咗我哋嘅情緒，我哋需要去處理嘅，可能透過好多嘅方法，催眠又好，或者其他療愈嘅方法，將自己內心壓抑住嘅呢啲情緒去抒發咗出嚟先。呢個係感性嘅部分。咁但係咧，我哋都有理性嗰部分嘅。咁所以咧，我就設計咗一個咧，透過14日嘅叫做停止內耗嘅計劃，我希望咧可以一步一步咁樣喺感性嘅嗰部分，我哋可以梳理我哋嘅情緒，但係喺理性嘅部分咧，我哋都可以認知究竟咧呢啲嘅情緒喺邊度嚟嘅咧？要知道揾清楚究竟我內耗嘅呢一個狀態點解會係咁咧？因為每個人都唔同，咁所以咧喺嗰14日入邊咧，都會慢慢逐啲嘅幫你去拆解。幫你去理解翻你自己，咁所以咧呢個會更加嘅紮實啦、穩陣啦，甚至咧我會睇到就係當你一步一步咁行落去嘅時候咧，喺14日之後，你會發現整個人個諗嘢嘅方式啦，對自己嘅狀態啦、情緒啦，都會一個全新嘅一個改變。咁第三個停止內耗嘅方法咧，就係將你嘅注意力咧放翻喺你自己度。點解咁講咧？因為咧好多人咧嗰種內耗咧就係我好介意人哋點樣睇我，即係好似如果我今日錄嘅呢個視頻啦，可能喺當中你會覺得喂，點解口齒唔清啊？點解錄得咁樣唔夠好睇喎？咁如果我帶住呢個聲音，或者我好介意人哋嘅睇法咧，可能我永遠都做唔到我下一步。咁有時候好想提一提大家，有時我哋嘅內耗就係我好介意人哋點樣睇，但係現實咧其實冇乜人在意你做緊啲乜嘢。咁所以調翻轉頭，我哋將個注意力咧放翻喺自己度，問下自己呢一刻你所做嘅係咪你想去做嘅咧？如果你想做，你盡力做咁就夠啦。至於人哋點樣睇，點樣去評價你呢？我哋控制唔到嘅，亦都調翻轉啦。有外邊嘅人，其實佢都帶住咗好多佢自己嘅情緒啦，或者佢自己嘅好主觀嘅一啲嘅睇法，甚至我哋話通常咧一啲負面啊、比較悲觀嘅人呢，佢都會用一啲比較抨擊性啦、比較大情緒嘅方式咧去對待其他人嘅。咁所以咧，反而調翻轉，我哋唔需要咧跌咗落去其他人嘅情緒入邊，俾翻佢哋啊。當你唔回應，唔將你嘅注意力咧放喺呢啲負面情緒入邊嘅時候咧，你嘅心情就會自然平靜，就會自然地好。當然啦，最後咧，你都可以俾自己咧多啲去做一啲小練習，例如咧，你可以俾自己當有嗰兩把聲音嘅時候咧，你可以同自己講：我而家咧想訓練翻我正面嘅嗰把聲音，可以俾自己停落嚟啦。例如可以係飲杯茶，或者咧做一個深呼吸，俾自己咧去拆解翻我嗰個內耗。可能我係擔心緊未來嘅事，我控制唔到嘅。而家我翻嚟當下，我呢一刻可以做嘅係啲乜嘢？如果都做唔到嘅話，就留翻第二日咯。咁所以咧，我哋
唔需要咧太過將我哋嘅思緒咧放喺一啲我哋而家呢一刻控制唔到嘅嘢上。咁當然啦，我都邀請大家啦，如果你好想去改變你嘅呢一種嘅思維方式，或者咧想自己去一步一步咁樣咧，令到你自己減少呢一種內耗嘅狀態咧，我都歡迎大家啦去參加咧嗰個14日嘅停止內耗計劃。詳情咧，你可以點入去下低嘅一啲嘅連結啦，去了解更加多。咁咧，如果你覺得呢個短片可以幫到你咧，你可以留言啦，亦都咧可以分享俾我知道，而家你所面對嘅係啲咩嘅問題，亦都歡迎大家去訂閱同埋咧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祝福你有一個美好嘅一日。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身心靈嘅資訊，自我提升、改良溝通，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打開個小鈴鐺 ，like 同埋 share，下次有新影片就會通知你。